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匯市閒情嘅時候啦。嗱，咁今日咧同大家講翻一隻咧，OK， 經常提及嘅貨幣啦，就係日元嗰方面嘅。咁好啦，咁點解今日咧老生常談又要講日元咧嘅原因係因為咧過去一個禮拜咧，其實個日元嘅貶值幅度咧就好明顯啦。咁啊由咧我哋講到上個禮拜中嘅時候咧，仲係講緊156嘅大碼噶。咁但係現在同大家錄影嘅時間咧，已經係跌穿咗159啦。OK 啊，咁啊而家講緊159.20附近嘅位置噶。OK 啊，咁好啦，咁啊穿咗159嘅大碼啦。OK， 亦都係咧呢個低位咧係創出咗啊，係2024年8月之後咧嘅個新低噶。OK 啊，咁好啦，咁啊點解 OK 今個禮拜突然之間 OK 個日元會有一個咁嘅即係貶值嘅幅度嘅咧？咁啊大家都要知道噶啦。咁啊多謝高市早苗啦。OK 啊，咁點解咧？因為咧高市早苗咧就好明顯噶啦，就打算提前解散呢一個嘅我想叫眾院 ，OK 啊，咁好啦，咁啊進行重選嘅，咁點解咧 ？OK 嗱，首先我要知道咧，高市早苗咧而家執政內閣咧 ，OK， 其實喺日本嘅民間支持度咧幾高啊，講緊成7成嘅支持度㗎 ，OK 啊，好啦，但係因為歷史遺留落嚟問題啦。高市早苗嘅自民黨 ，OK 啊，喺眾院嗰個嘅叫做議席嘅數目上面咧 ，OK， 其實係佔少數嘅。咁即係話咧 ，OK， 高市早苗嘅一啲決策咧 ，OK， 有機會啊，喺未來咧係會因為 OK 喺眾院佔少數嘅原因咧係而被否決嘅，咁就施政有困難啦。咁所以咧為避免呢個情況出現咧。趁住而家去民望高嘅時候咧，咁啊高市早苗咧就想提前啊，就係解散呢個眾院咧係重選嘅 ，OK 啊，因為覺得咧如果呢一刻重選嘅話咧 ，OK， 自民黨應該係能夠喺眾院咧係再次攞到足夠嘅議席咧 ，OK， 係進行咧呢一個嘅我講叫做執政嘅嚇 ，OK 啊，咁好啦，咁好明顯啦，佢嘅目的咧就係想鞏固佢日後咧能夠順利施政嘅一個地位啦 ，OK 啊，咁好啦，咁而咧頭先講過啦，因為大家都覺得啊 ，OK 啊，而家高市早苗嗰個叫民望高啊嘛，咁所以大家覺得如果係提前係重選嘅話，咁相信咧眾院嘅控制權咧的而且確係會落翻落自民黨或者咁講啦，落翻落高市早苗手上嘅 ，OK， 好啦，但係問題係在於 ，OK 啊，因為高市咧一向都被市場認為咧係呢個嘅我哋講嘅話超寬鬆貨幣政策嘅擁戴者 ，OK 啊，好啦，咁所以咧 ，OK， 市場就擔心啦。如果重選成功之後 ，OK 啊，哇，高市早苗或者日本 ，OK， 會唔會加大呢個寬鬆政策嘅力度㗎 ？OK 啊，咁所以咧，因為呢一個嘅擔憂 ，OK 啊，所以咧就率先啊 ，OK， 就令到日元咧有一個貶值嘅現象出現啦 ，OK 啊，好啦。咁但係去到而家159嘅大碼啦 ，OK。如果大家問我嘅話 ，OK。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其實喺過去嘅片段當中，我成日常同大家講噶啦，只要個日元咧跌到158或者以下 ，OK。當然啦，而家159就好明顯係158以下噶啦 ，OK 啊。我都覺得係值得買入嘅 ，OK。好啦，咁呢個睇法咧，我仍然係冇改嘅 ，OK 啊。咁點解啊 ？OK 啊。嗱，首先就住咧今個星期日元嘅下跌 ，OK 啊。日本嘅財務大臣同埋 OK 外匯事務官 OK 咁啊已經咧就此咧係發出呢一個警告㗎啦 OK 咁市場咧亦都應該係開始對於日本央行嘅介入咧係存有顧忌㗎啦。點解啊 OK 咁除咗係因為即係日本嘅財務大臣出咗聲啦，外匯事務官就出咗聲之外咧，亦都係因為對上日本央行曾經喺市場上面作出干預嘅位置咧，兩次都係160呢個大碼附近嘅 ，OK。咁頭先講過啦，現在已經係159.2嘅啦 ，OK 啊。咁即係話亦都貼近 ，OK 啊。對上兩次日本央行曾經作出干預嘅範圍 ，OK。咁而現在喺貼近呢個範圍嘅時候 ，OK 又有官員出嚟作出警告。咁所以我能夠咁講，起碼 OK 啊，你話要日元喺159呢個大碼嘅水平再跌落去嘅空間咧，其實就似乎已經係唔多噶啦 ，OK。咁我成日都講一句説話啊嘛 ，OK。做投資 OK 啊，首先要顧咗嗰個叫做風險胃納先 OK 啊。咁而家似乎個風險性又唔係真係咁大啦 OK 啊。咁好啦，第二 OK 啊，就係因為咧。而家日本咧係正式 OK 啊，真係咧脫離咗通縮噶啦 OK 啊，咁亦都咧開始啊係處於一個叫加息嘅背景周期底下 OK 啊，咁咧資金
亦都係流入日本嘅情況咧，亦都係明顯嘅 ，OK 啊，而且係理想 ，OK 啊。咁而日本股市嘅表現咧，大家亦都有眼睇啦 ，OK， 亦都真係唔錯噶 ，OK 啊。咁所以咧 ，OK 喺需求上升，即係我哋講實際需求上升嘅情況底下 ，OK 啊，日元咧就唔應該啊 ，OK 係比前2年咧係更為疲弱噶 ，OK 啊。咁頭先講過啦 ，OK， 但係前2年個平均都係講緊係156、154嗰啲附近嘅水平 ，OK 啊。咁所以如果 OK 啊，日元係真係唔應該比前2年疲弱嘅話，咁有乜可能 OK 啊係企喺現在嘅159嘅水平咧？咁似乎係唔係咁合理啦 ，OK 啊。好啦，跟住第3啦 ，OK 啊。第3咧亦都係比較短期些少嘅啦 ，OK 就係咧，因為咧日本央行嘅行長植田和男將會咧喺下個禮拜5嘅日本政策會議上面咧，就住央行加息嘅路徑圖咧係發表一個聲明㗎 ，OK 啊。咁相信大家都會知道㗎啦。首先植田和男啦會講2樣嘢 ，OK 啊。日元嘅嗰份貶值 ，OK 啊，對於日本唔係一個幫助 ，OK， 咁呢個我相信一定會講㗎啦 ，OK。咁第2啦 ，OK 啊，就係咧，亦都講到明 ，OK 啊，其實日本係會喺一個叫加息週期嘅路徑上面嘅 ，OK 啊，咁呢一樣嘢理論上亦都會對日元咧係會有一定嘅支撐嘅 ，OK。咁即係講得簡單啲啦，下個星期5。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所講嘅發言咧，我相信係會對近日疲弱嘅日元咧係會有直接嘅幫助嘅 ，OK 啊。咁所以咧咁多嘅原因加加埋埋咧 ，OK， 其實如果你問我喺159而家咁低呢個大碼水平嘅話咧，絕對值得買入日元 ，OK 啊。咁而咧短期嘅目標 ，OK 啊，唔太誇張嘅 ，OK， 156呢個大碼，即係話距離現在咧起碼有300點嘅升幅，點解啊？上個禮拜中都仲係講緊156大碼，佢咪就由156大碼突然間跌到落去159嘅大碼嘅咯，所以 OK 佢翻去156呢個水平 OK， 其實只不過係理所當然嘅啫 OK 啊，咁但係呢度已經有短線有300點以上嘅空間嘅話 OK， 我覺得係絕對值得買入嘅 OK 啊，咁所以咧今日咧係純粹同大家講一個咧 OK 比較短線少少嘅日元行情，希望幫到大家 OK 啊，好啦，咁呢度咧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大家咧真係中意段片嘅話，俾多啲 like 同埋 share 多啲出去啦 OK 啊，咁啊如果你哋有咩貨幣你哋想知道嘅話咧 OK。舉個例子，好似上期咁樣，我冷門地講瑞士法郎 ，OK， 但係點知原來咧係好多觀眾想知道嘅，咁個迴響都幾大嘅 ，OK 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啲咩貨幣係真係想知道嘅話 OK， 不妨直接 DM 我 ，OK 啊，咁我希望都幫到大家嘅，咁好啦，咁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啦，拜拜。